大家好，我是哥哥廖本官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妹廖月玲。大家好，我是弟弟廖本杰。欢迎收看《休息的一起讲》，耶！我即马徛的即个所在啊，是婚林的议论呐。我伫遮有熟悉3个囡仔，因厝邻是伫咧种牛棚瓜。平常时啊，因拢真爱对爸爸去田里斗3工，所以啊，因厝邻的田对因来讲，就是因佚佗的大运动场。行，咱到底来去看妹仔咧。有一个粉红啊色的纹绳呢，迄应该是爸爸用的瓜园哦。嘿，爸爸，你即摆咧无用哦？哎呀，我咧整理这你看拍起来果啊，即摆这拍了，这要今日要来采收，啊派我3个这3个卡条，放过，哎呀。啊，因较会拢烫车卡。啊，落去田吼，较袂夹咧土啦，啊，所以弄惯势烫正卡落去田，另外做工课。啊，咧我毋着嘛爱对咧烫车卡。嘿啊，啊，我的脚嘛会像安尼行人哦。细细就好啊啦。好，哎呦，遮有水呢。嘿啊，因为咱遮有滴水，所以就会有水。啊是落雨遮拢会有积水。啊，你这即马是要去佗？要去放果啊！好，放果啊用这。哦，会滚呢。嘿啊，迄个哥哥用的啦，迄个哥调工的。哦，直接行，行过，行过。哎，你看，你看我的口用甲规个拢是，我等2分钟尔，我就随太过去啊。我袂咧，哎呦，真好。哎呦，等下，这真正足过来呢。爱说字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，你看会行遮紧，你爱等我。啊，是安怎因外口遐是乌的青，啊，加有恁的是粉红啊色的啦。因为顶摆爸爸有去看一个展览，伊讲粉红啊是较袂有虫会走入来。啊，你看这叶啊，全部拢连连安尼。啊，你在采收的时阵，伊本地嘛会连啊。好，所以这是正常的。嘿，这是正常的。哦，这叶啊，敢爱甲用掉，叶啊爱甲伊掰开。掰好开。嘿。啊，这吼，你要甲伊种大的时阵，爱留一个梯，因为安尼伊外口要安尼开始。你讲梯是对，为遮甲遮爱甲伊种开，爱留一个梯。安尼就好啊。啊，这狗啊，甲伊用开。啊，像咱有即个这是啥物货？伊这是狗啊，就是惊讲伊也是这死啊，伊也是相当会落落。哦，所以这就是要甲伊固定掉咧。哦，啊，这是即个。伊这瓢啊，就是讲，伊是啥物时阵授粉，啊，啥物时阵要采收安尼。今仔就是5月28。5月28，所以就是今日当采收。哦，安尼我嘛来吹。检查屁屁哦。爱检查屁屁哦。哪去啊？像这。哪去啊？这就是袂使啊。哦，这都袂使。拍掉。迄是因为伊的花是淡的，所以这甲伊引火落去，伊就烂去。伊会为尻川烂入去。哈，安尼这就无法度食。这就袂使食。哇，有够无彩的呢！啊，毋过看起来嘛是足甜的呢。毋过内底拢烂去啊。安尼这敢爱？会当食一喙？哎，你你食会可能会落屎。哎啊，哥哥，恁是安怎要骑这车？哦，这就是等下要采收的时阵，咱就用坐啊。用坐？对啊。是安怎要用坐？因为大部分的西瓜拢伫咧咱较低所在。哦，安尼较轻松哦。对啊。所以恁较平淡。
无啦，因为用起来面顶都较无啊，无伊就坐啊。啊，你也用扶的，就大家一直伫遐爬起来，搁扶落，爬起来搁扶。哦，这是会当安尼一直洗，哇，足方便的呢。啊，愈洗咧愈悬哦。愈洗愈悬哦，所以袂当一直洗。对啊。啊，这咧，这咧开始行啊。开始行，哎呦，啊，开感觉无啥开感觉无啥开感觉无啥稳啊。我看哥哥因愈过足轻松的，啊，毋过我感觉足歹愈的伊这裤脚会粗，我就会叫要变，你看，就会叫要变车。哎呦，你真正溜甲足紧的呢。哦，行。我感觉我嘛愈溜愈紧嘞，愈溜愈紧啊！安尼这我会当甲加落来啊。关键。有5个2八，会使。啊，是安怎这边乌乌，啊，这无乌乌。哦，这就烤烟啊，烤烟就是梅烟饼。梅烟饼。啊，就是迄个。就是芽葱。改。喷那个还有那蜜蜡卡在上面。哦，所以就是芽葱害的。对啊。啊，这袂影响。这卖相不好。啊，毋过嘛是会使食。会使啊。内底无歹去啊。安尼我要加落来啊。会使啊。你讲头段妹妹甲我讲爱加一个 T 字形，所以爱为这边。啊！啊。好啦。安怎啊？啊，你讲到伊。这。头拄仔妹妹讲爱加一个 T 字形，啊，我头拄仔无细意甲带落来啊。这无要紧啊，因为这阵死定啊，这阵有可能无好食。哦，所以这较无要紧。这较无要紧啊，你莫加着迄，规拢是烧啊这种，迄就出大事。带一条，好加载，所以这无要紧。这无要紧啊，安尼我较安心吗？啊，各位这边。安尼。应该安尼一个 T 字形，成功。啊。这是我的爸爸田内底的哈密瓜，拢是伊在照顾。这间温室嘛是伊家己起的，有时阵我会来甲伊斗3工。伊平常时伊在上班的时阵是一个工程师，啊休困的时阵伊就会来参加顾哈密瓜，伊实在足辛苦的。爸爸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哥哥，啊你今晚要带我去倒？哦，今仔就是要去冰箱实验室。冰箱实验室，迄是啥物货？哦，你等下就知影。哦，好啊。你知影为虾米这叫做冰箱实验室？我嘛唔知呢。哦，这就是你看那种死了了，都死到无半只。啊，头前遐是安怎拢死了了啊？哦，捡迄个饭果台、白条啊、白粉。伫遮钱基本上拢袂收，高因为拢无通收。讲死了了啦！弟弟，你拢甲你爸爸闹开呢？啊，你甲爸爸安尼一直甲物件摕来遮种，敢有做厉害的？无。无。啊，开一个讲有一个讲无。伫遮就是真诶是实验室，因为伫遮有看到的病伫后壁，就是可能会知影要安怎防治。啊，拄仔恁后生祖囝拢甲你迄落呢闹开呢。因呢闹开才会进步。爸爸都乐观呢，伊讲你咧遮拢无种起来的，所以拢死去伫遮。还有失败，唔才会成功。会。哎，这里有叫我老公哦好，对，我头仔就是伫遮叫要出的。哎呦，耶，要到啊，要到啊！咱总算是采收了啊！你看，阮今仔收遮济耶！咱甲这搬去火车遐。一、2、3，哦，真重呢！哎呦，肩胛头会疼咧！你的肩胛头拢袂疼啊？嘛是会疼，嘛是会疼。安尼我若举落咧，你敢会当？
这有够像进前人古早时阵的迄种喷单。嘿啊，这是以前爸爸伊在种西瓜甲梅朗时阵拢用这单。哦，所以这支菜已经用足久啊。嘿啊，哎呦，安尼。哎，就好啊。哇，要不这有够力无？这有够力无？我挡袂掉哦，我挡袂掉啊！哎，好。哎，嗯，这是我妹妹，伊会晓弹钢琴甲拜尔林，伊读册足厉害，伊有的时阵骂弟弟，但是有可能嘛连我叫骂入去，所以我会叫扫地红台尾。请问你今年几岁哦？我今年12岁，啊，你家己食啥物？啊，甲伊食饼。好，我感觉一个妹妹足好的，因为伊会帮我做足侪代志。我要食。这个好你。爸爸看一下谢谢，爸爸在讲哪句？这个当然是水的啊。嗯，无。哦，爸爸是甜的。这较高诶，这较高啊，诶。谢谢。这较高吧。看起来就做有汤的，我觉得我要先教，我不爱等你啊。好，这个较高，记来。这个较高。我泡米伫楼。哦。啊，爸爸是安怎这恁头仔讲是用台的啊？啥香瓜是用台的？唔知咧，台语我咧讲啊，较大粒物件，要甲切开拢讲用台的。像西瓜，嘿，台西瓜。啊无就破西瓜。嘿，啊那往来咧，恁是讲啥物话？嘛是台往来啊。恁讲台哦。系啊。啊，我看会记，阮厝里在讲虾，像拢会使。下甘蔗像甲切做一块一块的。哈，啊嘛有话讲切。嘿。哎，妹妹，你刚才有啥物水果是用切的？哎，这干嘛？干嘛？这柳干丁啦。嘛应该是用白吧？系啊，柳丁才用切的啦。你的干嘛用切的啊？哪会知啊？这研究。珍珠嘛是用白的。哎呦哎呦，哎呦，食到食到都位，会。加在无冰倒。青菜啊！来，拿你的，开始，进来！哎，你看会听妹，你今日要教阮上啥物台语课咧？这就是无停。无停。你种哈密瓜啊，伊生出来了后，中迄条藤就是无停。啊，这就是拍影。拍影。伊为即个所在，伊会生出一个影，就是拍影。啊，这就是角影。角影。就是拍影，伊生去较长的，就是角影。樱花。樱花。就是甲公花甲无花混做伙，伊就会生出果仔。安尼就是樱花。安尼大家拢会晓啊吼。所以这是记好的，就是啥呢？嘿，哦，安尼我先来拆开看卖影咧。哎，这内底较有一个这，有够古锥的，这是上做的。我做的。你做的，你做甲足像的呢，你看伊的手工足厉害的。阿公，你看，孙仔较水还是这个较水？哦，拢水拢水。阮这三个哦，阮都无中赛，中这三个倒啊。啊，阮即马要来比赛哦，看上用起来指较紧。好啊，你拢准备好啊未？啊！哎，阿袂使逃吧？好。啊，我等下算到3，咱就开始哦。 1、2、3，嘿！
减掉无？哦，那会使哦。会使啊！哦，第一名。我第一件做，我就摕头名。你弄哪办啊？好啊，你嘛好啊，第二名。你看你自己老婆。哦，这边拢阿姐。好啊，哦，两个女人差不多，看上较水。这阿爸无你好。哥哥这阿爸这2个落去。哦，扣分。扣分。啊，毋过弟弟的孙啊，还袂真好咧。弟弟说啊。 lucky 啊！啊，这个小伊他跟辣姐，你看你的胸胸啊，啊，这个修补一下。修补一下。啊，谁爱摕这部？因为迄龟仔面顶有卡因，迄乌迄爱家切掉。咱头拄第一名，咱会当先敬咱要爱的鸡啊。哦。我要甲上次的迄个敬去，讲伊拢画虾安尼，我就要摕一个。你俩今仔切足久的啊，会切1点钟哦。这个爱切1点钟。我得安尼切切的，安尼会，毋过伊这安尼切敢会溜皮，会啊，所以袂当切伤久。会啊。伊是啥物意思啦？袂啦。你去问爸爸啦，我唔知。爸爸，伊这香龟到底是爱切甲安怎才会使啊？伊若溜皮咧安怎？敢会溜皮？会使哦。我是安你迄尼。都做清气啊，他会叫伊。你我上清气的，免切啦，迄就会使落落啊。伊是我的哥哥，哥哥你几岁？我好像14吧。伊常常陪我说，我感觉有一个哥哥就好。这是我的哥哥。弟弟，哦，你今晚创啥物？哦，我用水啊。伊是我的弟弟。你今年几岁啊？啊，11岁啊。有啊，伊是我的弟弟，伊大家拢含我伫咧田内底挖土做物件，伊伫陪我说，我感觉有一个弟弟足好的。倒去啊，倒去啊！倒去到有行落来。这爱个2礼拜。来啦，无关系啦。走下去。调角度。你看要叫偌济？记着。啊，热熔胶老红啊！变啊！我变啊！我写漏水漏水啊啦！老风火是制作失败。我变啊未？好啊好啊，伊无够力，你看人拢飞去。好，别走哦！好，别再要出来了。哇，拢变！我讲你敢有成功？突出来，歹去啊哦，不歹去，无歹去啊，过来再用。好，我要好，我哥哥。我要跑。你冲吧。好，你但是你无够力，换哥哥接我你。是哥哥啦，姐姐。好，我哥哥。没用啦。哥哥啦。好，你到西藏换哥哥。已经到洗澡啊？好，从我西藏换哥哥，那个有6站。走咯。两米哦。好，来，爸爸过来抱者。好，你提发车的。哦，我变落啊。好，出发哦。好，要出发了哦。我变啊。 来，过鱼啊！你过鱼啊哦！哇，足长的呢！哦，过掉啊！哦，过掉啊，过掉啊！哦，酱肉，酱肉，紧的酱肉。 出发！出发！哦，来！你看，你让我看，刚刚做恐怖。
你是我卡掉你。我拿上来了。好，你家开玩笑。这家你马上做搞。在阿叔在赢，阿叔在那个。哎呦哎呦喂！谢谢姐姐，你开只票物件呢？什么物件？够多呢。是无糖呢。你叫我？哎呦，都太高呢。好啦，哦，小杂吧，嘿啦，摸糖的对。无糖点你上来。你个包盘，你这个。耶！耶，我感觉快。你拢未想讲想要升电动啊？没啊，还好呢。还好呢。刚刚来家算的是要算的比伫电脑世界内底搁较宽阔，袂遐尼渺小。哇塞！我看你规工拢甲安尼伫咧遮耍来耍去，甲爸爸佚佗。哎，我看安尼平时若要做代志，爸爸是拢袂甲恁禁止对吧？是还好啊。是还好，所以甲爸爸就像朋友。是阮的 Superman。Superman， 哇塞，听起来有够厉害的。万能爸爸。我感觉伊是一阵真有活力，而且阁真有想象力的囡仔，而且因爸爸妈拢会放手，互因去做因家己想要做的代志。今仔日就是对因这个伙仔体验因一天的生活，互我嘛期待我家己以后会当是像因同款，心中充满快乐，而且是真温暖的人。安尼大汉恁敢会想要像爸爸安尼种梅龙、种油香瓜？真的啊！失败有挫折感，可能都袂进啊。所以你敢是草莓族？可能哦。好啊啦。行。哇，弄扁！突突来。快去啊！